天主教台南启智中心伫民国77年由简惠宗神父所创，是当时台南县第一所专为服务身心障碍者所成立的日间托育中心。32年来，服务过无数身心障碍者，伟大付出令人敬佩。长期热心公益的大堂中央酒店，这次是首度将饭店周三公益日的活动拓展为创造幸福。由饭店总经理郑东坡带领饭店烘焙主厨，以在地食材烤地油、白米、姜黄等设计出2款美味可口饼，并教导台南启智中心的小朋友制作的方法，除了送因钓竿，嘛教因钓鱼。透过这个所谓做山公益活动，每个礼拜三在我们的财堂长荣吃遍天下。那你用30块钱，我们就给打6折啊！我们希望也节约众人的力量。那10个人，10个人的25块，减25块，然后50个人以上就减15块。这个活动来集资众人的力量，来共襄盛举，来达到这个目标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我想唤起大家对社会、对社会伦理的重视，尤其他们无心无物的贡献。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大家关怀他，引起大家对他们的重视。除了这以外，我们也培养他们这一次的他们有的小钓竿的能力，帮他们培养，就是说帮祭祀的技转，包括铸造饼干，利用在地的食材，像就是苦茶油或是黑糖，然后面粉跟米粉这些材料，还有芝麻所铸成出来的一个小饼干。台长强荣帮我们改良的这些米饼干，因为毕竟我们现场的服务是我们的专业，可是这个米饼干确实是郑总他的想法，还有他的创意啊，他现场的黄主厨帮我们做出很特别的饼干，所以我想大家在吃的时候，每一口你会感觉到很特别，很温暖。大堂中央酒店长期以来关怀弱势、善尽社会企业责任，这也让台南市政府大大肯定。做善事其实大家都会做，但是一个延续性的善事，而且它可以扩及到很多的市民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长荣酒店非常不容易的地方。那因为我们也非常肯定德兰在各项服务上，尤其是身心障碍者的照顾，确实是非常的用心，而且很受到大家的肯定。那在这边谢谢德兰，那也谢谢台糖长荣酒店，那也呼吁各位市民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做公益。饭店周三公益日推出用餐6折优惠，希望会当号召更多热心人加入。民众若是想要吃各式各样的美食，阁会当兼做公益。每礼拜三的公益日就是你的好选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